再来，咱来看，为了要解决护理师欠人的问题，科宣部向香港要降低国家考试的标准。这个消息一日出来是引起外界批评，讲为了要处理欠人的问题，却是无咧要以医疗的品质。卫福部回应讲，这个调整是注重护理人员实际上的应用，该考的拢先袂过。另外，为后年开始，当年拢会增加200亿的预算，要甲医术人员加薪水。新冠疫情了后，国内护理人员离职情形愈来愈严重，为着甲人聊条咧，亲情未少私立病院、也部立病院拢表示要替护理人员来加薪水。最近科宣部更加公告，护理人员新的国考规则要甲基础医学科目的比重对原来20%调降成70%，因为外界质疑政府是要借此保障无够人力。这样子突然去片面降低这个国考的标准，其实是有点雾里看花。职场霸凌、业务繁杂，然后资源调动这些争议。这些问题如果还是没有解决的，只见短期的成效，那没有看到中长期的长远的发展。一方面又说人力不足，当我们要充实人力，让这个国考的部分的话呢，有更多人可以考得过，那他又反对，所以我不知道逻辑在哪里。为了提升所有医术人员的待遇，行政院宣布已经规划明年度至少200亿经费补贴医术人员的薪水。卫福部长苏瑞元解说，会由健保有算100亿，加国务有算100亿来支出。总统蔡英文出席医师节庆祝活动时讲，希望对后年开始，用每年有至少200亿稳定的财源来助力健保，用来提升医护人员的待遇。现在我们看到180亿也好，200亿也好，都好像只有纸上谈兵呐。我如果源头人不够，你要3班步兵入法，其实困难度也高。那总额的部分，其实如果是说用健保来规划，这困难度更高。卫福部长苏瑞元讲，114年就会变200亿来提升医护人员的待遇，加上不是一摆性别列，所以讲也会来讨论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